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列王纪上卷18章36节到39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独一上帝。世界上有许多的古老宗教，有更多的传统宗教，偶像崇拜，那到底哪一个神明，哪一个上帝是真实的？以利亚先知的时代，他面对着亚哈王以及耶洗别王后这种巴力偶像崇拜的压迫，他必须单独的面对400个巴力的先知。以人的力量的角度来看，实在是势单力薄。先知以利亚他是非常忠心的，他转述了上帝的警告，预言了以色列要将迎接干旱与饥荒，这引起了亚哈王的不悦，认为是以利亚要让以色列人遭难。后来就发生了以利亚挑战400位巴力先知的记载。以利亚呢，先让人多势众的这个巴力先知来先求他们的神明，但是呢，却一点都没有动静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在列王纪上卷18章36节到39节记载了以利亚先知的祈求，上帝就亲自的降火在他焦尸的祭坛以及那个牛犊上面。下午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先知到祭坛前祷告说：上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所做的都是遵照你的命令，求你答应我，上主啊，答应我，好使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上帝，使他们回心转意。于是上主降火，烧了生祭、柴，并烧焦了石头和地面，烧干了沟里的水。民众看见了，都俯伏在地上，大声呼喊：上主是上帝，唯有上主是上帝。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，上帝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要与偶像以及敬拜偶像的人们保持距离，以免受了他们的迷惑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也这样子的提醒基督徒。亲爱的朋友，那对于自称为圣灵有圣灵的，你们不要都相信，总是要查验他们的灵是不是出于上帝，因为已经有许多假先知到处出现了。你们怎么辨认上帝的灵呢？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谁就有上帝来的灵；谁不公开承认耶稣，谁就没有从上帝来的灵。他所有的敌对基督者的灵，你们听过这灵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可是孩子们，你们是属上帝的，因为战胜了假先知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灵比属世界的里面的灵更有力量。他们讲论世上的事，世人听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是属世的，但是我们是属上帝的。认识上帝的人听从我们，不属上帝的人不听从我们。凭着这一点，我们就知道怎样辨别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。是的，要懂得来辨别真理的灵或是谬误的灵，
要能够分辨假神、偶像或是独一的真神。也就如同彼得所说的，这世上没有赐下别的拯救，世上只有一位真神，独一的上帝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要鼓掌欢呼，要高声歌唱，颂赞上帝，要敬畏至高的上主。他是大君王，统治全世界。他使我们征服万民，他使我们统治万国。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，作为他所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。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，上主在号角齐鸣中升上王位。来吧，我们来歌颂上帝，来吧，来歌颂我们的君王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我们要用诗歌颂赞他。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他做王，统治万国。列国的领袖集合，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。所有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，唯有他在万有之上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辨别这世上的属灵势力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敬拜，倚靠独一的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